来继续正大的消息，来看国民党的立委叶元之，甲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早起伫个立法院的走廊相拄，两个人是起相骂、起冲突。上主要是因为王定宇指控到叶元之讲伊动用警察权镇压到立法院外口抗议的民众，这时候叶元之相当的不满，讲王定宇造谣黑白讲，都是因为这件，所以早起两个人一个堵头都呛起来了。 可以保护院长，但是他说我驱离民众，那我请教你，因为我没有抛脸书。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甲国民党立委叶元之伫立法院耍起冤家，愈讲愈激动。我叫你拿菜，我叫你拿菜，我叫你拿菜刀切西瓜。现场充满火药味，原来这两人为了立法院敢要动用警察权的对呛。 不要搞草包，警察圈只能在院内，警察圈只能在院内。结果你说驱离民众，连警察权搞不清楚，不要造谣，不要造谣。青鸟行动民众伫立法院外口集合，叶元之和王定宇批评讲，建议动用警察权将因赶走。叶元之讲唔是这意思。 叶元之伫七七抛出这个文章，强调讲是为了保护立法院长韩国瑜，好会议顺利进行，伫院内动用警察权。警察权保护院长，不是警察权驱离民众。他故意造谣，菜刀切西瓜，他把我讲成说拿菜刀杀人是同一件事吗？动用警察权，双方讲的无共款，伫冤家，即马国会两人面对面的开战，坚持家己的立场，话甲大细声。 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